大埔禮賢會幼稚園香港基督少年軍第349分隊10週年立願禮正式開始。程序1：嘉賓進場，請各位起立。現在有請邱柔美隊長帶領我哋嘅主禮嘉賓，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界東北區區牧張曼儀姑娘。大埔禮賢會大埔堂349分隊孫志成隊監，同埋238分隊吳君樂傳道進場。請各位仍然站立。現在進行注目禮，請大家肅立，面向國旗，同唱國歌。請各位坐下。程序2，我哋一齊唱香港基督少年軍小綿羊歌曲《主愛小綿羊》。聽從，願聽主你聲音，聽從，願主愛在我心，小羊能聽主你聲音，小羊有信有望有愛一生，基督是我心中所愛，一生不變改，學會聽，學會講，學會跟主腳步，恩典一生滿布。請坐。程序3：宣讀宗旨同埋格言。依家有請 K3 班代表我哋上台，帶領全校嘅小綿羊一齊宣讀。預備，宗旨。於青少年人之間擴展基督的國度，同時促進服從、虔誠、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成基督化的人格。格言：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書6章19節。唔該晒 K3 嘅代表。程序4：祈禱及訓勉。有請香港基督少年軍新界東北區區牧張曼儀姑娘帶領我哋祈禱同埋訓勉。唔該晒 Madam 張。大家好，各位349分隊嘅成員平安。好，做個民意調查先，可唔可以俾 Madam 張知道現場？如果你係349分隊嘅，請你舉手。哇！掌聲鼓勵。各位349分隊嘅成員，大家好，我係 Madam 張啊，係少年軍新界東北區嘅區牧。今日咧 ，Madam 張好開心喎，因為咧可以嚟到大埔禮賢會幼稚園349分隊。你知唔知你哋有幾多週年嘅立願禮啦？
10週年啦，俾個10字我睇下得唔得先？10週年立願禮啊，掌聲鼓勵！大埔禮賢會幼稚園真係好叻啊，已經10歲啦，我哋349分隊。既然咧大家都係小綿羊組嘅成員，哇！我頭先咧聽到一首好好聽嘅詩歌喎。請問現場咁多位349分隊嘅成員，如果你有用心唱小綿羊歌曲《主愛小綿羊》呢首你哋嘅詩歌嘅話咧，俾個手指公叻我睇。如果你有用心唱嘅，你就俾個手指公我睇。望下先，望下先，我望下呢度。哇！我又望下窗邊嘅位置，真係好多叻喎！呢個叻唔單止俾自己，俾你隔離左右啊，佢哋都有用心唱噶。跟住我哋兩隻手高舉，兩個叻，我哋俾我哋嘅天父，感謝天父喺我哋349分隊10週年嘅帶領。好，手放低。我喺度咧睇《主愛小綿羊》Madam 張係第一次聽㗎咋。咁所以咧，我就好用心去聽你哋唱啦，去留意歌詞啦。第一句歌詞2個字，聽從，願聽主你聲音。聽從，既然係關於聽嘅，而小綿羊係需要聽牧羊人嘅聲音。好，Madam 張首先同大家玩個遊戲先。呢一個遊戲，你有眼耳口鼻就可以識玩，有冇？有。有手手腳腳又會好叻玩嘅，有冇？有。呢個遊戲係一個角色扮演嘅遊戲喎。嗱，現場無論你係隊員、導師、今日嘅嘉賓，你哋都有個角色㗎。你哋全部都係小羊。小羊咧要咩一聲俾 Madam 張聽嘅。3、2、1，咩？哇，叻啊！小羊當然身邊有牧羊人啦。Madam 張喺以下嘅遊戲，我會係牧羊人，我會發出指令嘅。遊戲規則只會講一次。你贏嘅話咧，因為你有留心聽規則。如果你贏唔到，攞唔到分，有機會係你而家唔夠專心，咁所以我哋就先聽一次規則咯。當大家聽到牧羊人話，你就做牧羊人講出嘅指令動作。但係如果嗰句牧羊人所講嘅説話冇開始嘅時候，牧羊人話，全場呢就需要停止，維持之前嘅動作。有冇試過玩老師話？厲害！我哋今日係牧羊人話，預備3、2、1，開始。牧羊人話，俾個叻，可以放低手啦。哇！第一排嘉賓好厲害喎，全部都繼續有個叻，因為頭先第2句放低手，牧羊人話冇出現呢4個字啊。好，繼續維持之前嘅動作，俾個叻。牧羊人話可以放低手。牧羊人話拍一下手，拍2下手。冇牧羊人話嗰2次。牧羊人話拍3下手。牧羊人話感謝天父。牧羊人話讚美主。牧羊人話我愛小綿羊。我愛349。哎唷，我知道大家好愛啦，但係頭先冇講牧羊人話啦。牧羊人話結束，掌聲鼓勵，做得好好喎。頭先嘅遊戲
仲記唔記得 Madam 張嘅角色係乜嘢啊？咁你哋呢？正確。頭先嘅遊戲 Madam 張係牧羊人，而聖經裏邊呢，有真正嘅好牧人係邊個呢？啱啊！你哋真係好叻啊！係我哋嘅主耶穌啊！主耶穌親自同我哋每一個去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牧羊人呢，有個好重要嘅工作㗎，就係帶住羊仔周圍去揾嘢食喎，要揾到草地啊！牧羊人會帶住羊仔，佢哋去荒野啦、野外啦，四周圍都去嘅。周圍係咩地方嚟㗎？有好難行、好難行嘅山路啦，又有斜坡啦。哇！你知唔知啊？有陣時仲會有野獸出嚟要攻擊啲小羊㗎。同埋咧，小羊就冇你哋咁聰明咯。嗰啲全部嘅羊仔咧，佢哋係蠢豬豬，唔係，佢哋蠢羊羊。佢哋啲蠢羊羊咧，好容易蕩失路㗎喎。所以咧，有好多小羊就會蕩失路。咁蕩失路又見到野獸會點啊？蕩失路又係啲山路好斜嘅路上邊又會點啊？梗係好多嘅危險出現啦！呢一班小羊，佢哋冇自我保護能力嘅，咁點樣先可以安全啊？小綿羊，你哋話啦，點樣先可以安全呢？呢班小羊係喎，你哋真係俾咗好多建議喎。主耶穌講出最安全嘅方法。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我哋一齊咧讀一次啊！Madam 張讀一句，你哋一齊回應一句。預備起，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係啊，當班羊迷路、蕩失路嘅時候，牧羊人呢會周圍去揾佢哋㗎。當羊遇到危險呢，牧羊人佢更加會奮不顧身去拯救佢哋㗎。羊也聽他的聲音，羊也跟從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羊呢一定會認出牧羊人嘅聲音㗎。羊亦都會跟住牧羊人。咦？點解羊識跟住牧羊人嘅呢？因為認得出牧羊人嘅聲音咯。主耶穌話：凡係屬於佢嘅人，都能夠認出主耶穌嘅教訓，跟隨主耶穌。各位導師、各位嘉賓，主耶穌係我哋嘅好牧人。今日咧，主耶穌亦都任命差派我哋作為導師、作為屬靈長輩、作為牧者嘅，代表主耶穌去做3、4、9分隊嘅好牧人。做一個好牧人呢，真係唔容易㗎。唔單止要認識我哋嘅羊群啦，亦都要愛護佢哋。我哋作為好牧人，絕對唔會傷害羊，要俾我哋嘅羊群有豐富嘅食物，引導佢哋行喺正確嘅路。我哋要呢一班咁可愛嘅小羊健康成長，應該係我哋每一個作為成人嘅，作為陪伴佢哋長大嘅屬靈長輩、導師嘅心願。但係關鍵，我哋要望下我哋呢一班羊，究竟佢哋吸入咗啲乜嘢呢？而家佢哋係行緊一條點樣嘅路呢？事實上呢，喺呢個世界係同我哋一齊搶奪緊年幼一代嘅心。如果我哋作為牧羊人嘅，
唔及時將正確嘅價值觀俾我哋呢一班細路，呢個世界就好自然、好迅速失佢哋要一啲錯誤嘅思想，係控制唔到㗎。個世界係會失佢哋要一啲錯誤嘅思想。如果我哋唔趁早，係要趁早搶時間去教導真理，魔鬼就一定會教導佢哋歪理。每一個孩子係值得高濃度、高強度、高品質嘅信仰投資，因為你今日幫助佢哋種落啲乜嘢嘅基督信仰，將會係決定每一個生命嘅未來。主耶穌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羊聽見主嘅聲音，羊亦都會跟隨主。最後咧，我喺度勉勵在座每一位，要識得最有智慧嘅決定，將我哋所愛嘅下一代放喺主耶穌嘅手上，成為有主帶領嘅小羊。有一首詩歌咧，我喺度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好貼切我哋今日嘅講道嘅。有冇聽過啊？冇聽過我哋新歌學唱啊！主帶着羊群在安躺草場中，我原是上主一隻小斑羊，憂歇在河畔，我真快樂和飽足，因有主看顧。你帶路，你伴隨，感激你身邊作好牧者，高山裏低谷裏心緊靠，跟主腳步。主帶着羊群在安躺草場中，我原是上主一隻小斑羊，憂歇在河畔，我真快樂和飽足，因有主看顧。好，讓我哋同心低頭祈禱，我哋一齊合上眼睛，我哋用心嘅同我哋嘅天父祈禱說話。親愛嘅天父，感謝你，感謝你嘅愛，感謝你嘅真理，感謝你與349同在，感謝天父讓我哋進入10週年，懇求天父幫助我哋成為一個聽從主聲音嘅小綿羊，帶領我哋成長，讓我哋行喺一條天父你喜悅正確嘅路上。感謝天父，聽我哋祈禱，奉主名求，阿門。接落嚟咧，活到程序5致謝，有請邱柔美隊長為我哋致謝。好，今日好開心咧，係我哋小綿羊呢個349分隊嘅10週年喎，即係10歲大喎。啊，小朋友你有冇10歲啊？冇啊，咁所以咧證明咧呢度係好有歷史喎。咁咧原來我哋咧每一個小朋友咧每一年嘅小綿羊，我哋都會多咗一啲章嘅喎，證明你哋有咩啊？有進步有努力係咪啊？嚟緊咧 K1 同 K2 你哋係唔會升班啊？係喎。咦？咁 K3 咧 ？K3 會升去邊啊？請問？小學啊，原來咧我哋呢個349分隊咧都有得升班㗎。有冇提過你聽？原來我哋教會都有個分隊咧，我哋嚟緊有得升嘅喎。我哋咧
介紹咧200-300分隊咧嘅導師嚟識，好唔好啊？咁咧今日好多謝咧就吳君樂傳道咧，佢嚟緊咧就會成為咧我哋200-300嘅分隊嘅導師啦。佢咧會帶領住我哋嘅小綿羊咧會繼續升班嘅喎。好，高班嘅小朋友，我哋同吳君樂傳道揮下手先。Hello， 係啦，咁我哋認住佢咯喎。咁原來咧，我哋嘅小綿羊係會變成大綿羊嘅。咁到時咧，我哋個制服就會唔一樣噶啦。由藍色咧就會變到做橙黃色嘅喎。咁咧今日咧喺我哋10週年啦。咁我哋今日好多謝咧 Madam 張咧喺我哋呢度咧做一個分享，叫我哋咧提醒我哋咧做一個好乖嘅小綿羊，聽從主耶穌嘅話喎。唔單止咁啊，我哋都好多謝隊監咧，見證住我哋嘅成長啦。我哋一班小綿羊陣間會為我哋頒獎喎。咁今日嘅裏面咧都介紹多幾個人俾你哋認識，因為咧平時我哋好少去見到喎。因為咧我哋大埔堂禮賢會嘅成立咧，好有賴咧一班大埔堂嘅弟兄姊妹去支持住我哋咧去認識下，我哋有咧我哋嘅主任牧師黃卓峰牧師，我哋一齊同佢揮下手，係啦。咁咧亦都有我哋李偉權長老，咁佢哋都係我哋咧嘅長輩，帶領住我哋咧，見證住我哋嘅成長。咁咧應該有一個應該你哋識㗎啦，陳正雲姑娘，你哋又同佢揮下手。係啦，咁今日咧好多謝佢哋咧嚟到我哋嘅小綿羊當中，見證住我哋嘅成長。咁陣間我哋都會一同拍照嘅。呢刻落嚟咧，我哋就會致送紀念品俾我哋嘅主禮嘉賓。首先，我哋先請區牧 Madam 張接受我哋嘅紀念品。唔該 ，Madam 張。好，跟住咧，我哋會請孫隊監接受。唔該，孫隊監。會請吳君樂傳道接受。好，唔該晒，君樂傳道。各位小綿羊隊員呢，喺今個學年完成咗香港基督少年軍嘅小綿羊課程，無論喺步操、學習聖經、唱詩歌同埋祈禱裏邊，都各方面都有良好嘅表現。為咗咧嘉許咧表現優異嘅小綿羊隊員，我哋會頒發優秀隊員獎勵章同埋咧獎狀俾佢哋有啲鼓勵嘅。好，而禮物咧稍後由班主任派發。依家有請孫隊監為我哋頒發，請優柔美隊長陪同。首先，我哋會頒發 KV 組優秀隊員 KVA 陳星怡、陸宏睿、KVB 陳雨晴、谷一橋、KVC 陳柏軒、李啟睿、KVD 溫曉柔。有請嘉賓陪同拍照留念。跟住會頒發嘅係 K2 組嘅優秀隊員 K2A 蕭雨彤、阮樂彤、K2D 黃浩銘。好，請一同拍照留念。K1A 蔣希允、關順希 ，K1B 張景彤、霍月希，佢哋係我哋全校咧最細嘅小綿羊隊員嚟㗎，佢哋咧同樣都做得好好嘅。Salut，敬禮，經理。請
拍照留念。好，唔該晒孫志成校監，唔該晒邱柔美隊長，恭喜晒得獎嘅小朋友。香港基督少年軍349分隊10週年立願禮，有請 Madam 張為我哋主持，唔該晒。每一年香港基督少年軍嘅分隊都必須會有佢哋嘅週年立願，當中包括有導師立願，亦都有隊員立願。意義在於喺神喺眾人面前公開宣認自己係屬於主耶穌基督。現在我哋會首先進行導師立願，請各位導師準備。有請隊長邱柔美、副隊長廖雁平、李善慈、謝穗儀、陳慧欣、葉子君、賴秋平。香港基督少年軍第349分隊嘅導師們，你哋應該認識自己嘅責任，係以領袖、牧者嘅身份去領導隊員。你哋係咪願意喺分隊中侍奉上帝，推行基督少年軍嘅宗旨，幫助隊員實踐服從、虔誠、守紀律及自愛等良好行為，以達成基督化嘅人格？我願意。願上帝賜恩惠俾你哋，使你哋篤信同埋持守所許下嘅承諾，喺你一切手上嘅工作獲得成功。請一同拍照。依家有請 KVA 班嘅小綿羊隊員進行立願。留心請聽，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嘅隊員，你哋係唔係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作好基督少年軍應有嘅榜樣呢？願主耶穌幫助你哋，使你哋喺分隊當中成為傑出嘅隊員，同埋主耶穌嘅精兵。好，請班代表。經理。請拍照留念。KVB 小綿羊預備。經理。BB。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嘅隊員，你哋係唔係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成為一個好嘅基督少年軍應有嘅榜樣呢？我願意。願主耶穌幫助你哋，使你哋喺分隊裏面成為傑出嘅隊員，同埋主耶穌嘅精兵。有請班代表。班代表出嚟。經理。BB。張相貼。有請嘉賓上台一同合照留念。
跟住落嚟會請 KVC 嘅小綿羊預備。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嘅隊員，你哋係咪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成為一個基督少年軍應該有嘅榜樣呢？我願意。願主耶穌幫助你哋，使你哋喺分隊裏面成為傑出嘅隊員，同埋主耶穌嘅精兵。有請班代表。好，一同合照，禮禮放低十字。好，一同合照，禮禮放低十字。跟住落嚟會係 KVD 立園，有請 KVD 小朋友預備。進，經理，李 B。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嘅隊員，你哋係唔係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成為一個好嘅基督少年軍應有嘅榜樣呢？願主耶穌幫助你哋，使你哋喺分隊裏邊成為傑出嘅隊員，同埋主耶穌基督嘅精兵。好，有請嘉賓上台一同拍照。好，有請 K2A 嘅小朋友立園。經理，李 B。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嘅隊員，你哋係唔係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成為一個好嘅基督少年軍應有嘅榜樣呢？我願意。願主耶穌幫助你哋，使你哋喺分隊裏面成為傑出嘅隊員，同埋主耶穌基督嘅精兵。一齊望鏡。好，跟住落嚟會請 K2D 立園。經理，李 B。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嘅隊員，你哋係唔係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成為一個好嘅基督少年軍應有嘅榜樣呢？願主耶穌幫助你哋，使你哋喺分隊裏邊成為傑出嘅隊員，同埋主耶穌基督嘅精兵。跟住落嚟到我哋最細嘅小綿羊啊！我哋請 K1A 小朋友立園。經理，李 B。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嘅隊員，你哋係唔係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成為一個好嘅基督少年軍應有嘅榜樣呢？我願意。願主耶穌幫助你哋，使你哋喺分隊裏邊成為傑出嘅隊員，同埋主耶穌基督嘅精兵。
一同拍照。好，請嘉賓上台一同拍照。好，跟住到 K1B 嘅小綿羊立園，有請 K1B。經理，BB，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嘅隊員，你哋係唔係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作好一個基督少年軍應有嘅榜樣呢？我願意。願主耶穌幫助你哋，使你哋喺分隊裏面成為傑出嘅隊員，同埋主耶穌基督嘅精兵。好，有請嘉賓上台一同拍照。跟住落嚟咧，程序班我哋有個大合照嘅。跟住落嚟咧，我哋今日特別邀請咗大埔禮賢會大埔堂吳君樂傳道嚟同大家分享咧238分隊嘅活動，讓大家咧都清楚知道咧238分隊有啲咩會做喎。咁嚟緊呢，佢將會成為238分隊同349分隊嘅隊目喎，啦帶領我哋一齊咧去進行活動嘅喎。有請君樂傳道。各位小綿羊，早晨，早晨。好啦，我介紹多次自己啦，我係禮賢會大埔堂嘅君樂傳道。咁今日咧就想同各位小綿羊咧去分享一下我哋即係教會嘅一個分隊，叫做有冇人睇到個數目字啊？係啦，238分隊。咁咧就係呢一度教會嘅分隊嚟嘅。咁咧就講下我哋238分隊。有幼級組啦、初級組同埋中級組。我想問有冇呢度係5歲㗎啦？已經5歲。咁咧，恭喜你哋喎！你已經合資格咧參加我哋嘅幼級組啦，咁樣恭喜晒。咁幼級組咧嗰個制服咧就係頭先邱隊長有介紹過嘅，就係橙黃色嘅。咁咧就邀請大家一齊去參與，就係幼級組。咁我哋就有一件新嘅制服啦，然後有其他嘅活動可以參與嘅。咁我哋嘅時間咧就係逢星期六下晝5點鐘去到6點3，咁就邀請大家去參與啦。咁咧就你哋期唔期待，或者有咩活動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會有靈修啦，即係咧我哋會一齊去睇聖經嘅，即係咧我哋都要去即係今日好似區牧咁樣講啊嘛。耶穌係我哋嘅，有冇人記得啊？好牧人，我哋咧就繼續學習去跟隨佢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會繼續有步操嘅。咁咧就我哋會學啲更加高難度嘅動作啦，因為我哋大個咗啦，升小學咧就會開始一啲難啲嘅步操。咁另外咧，就你哋依家咧今年即係而家小綿羊係攞呢個探索章，咁咧你哋探索章攞完之後咧，就去幼級組就去考呢個體驗章，咁咧就會有新嘅學習嘅咁樣啦。咁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咧，我哋即係喺238分隊嘅一啲相片啦。咁咧就我哋咧除咗頭先講嘅嗰啲步操啊、睇聖經啊、考章咧，我哋都會一齊整手工嘅。咁咧就見到咧，我哋有用利是封咧整燈籠啦，又去整唔同嘅手工咁樣咧，就同大家一齊去玩啦。另外咧都會有集體遊戲嘅，即係咧見到左邊咧喺度嗱，呢個咧就係幼級做嗰個制服啦，就係同你哋有啲似，但係唔同顏色。咁咧佢哋就喺度玩緊一啲集體遊戲啦咁樣。然後咧我哋咧都會去營會嘅，有冇人去過
宿營啊，知唔知咩係宿營啊？唔知。咁咧就係我哋會走埋一齊，我哋去另一個地方一齊瞓覺，一齊玩2日，玩3日，就嗰幾日咧就唔翻屋企嘅。我哋夜晚咧都一齊玩嘅咁樣，係咪好開心啊？可以一齊同你嘅隊員一齊去玩咁樣。咁咧就有好多活動去參與嘅，即係除咗玩遊戲啦，我哋仲會一齊去燒嘢食嘅咁樣，耶！好期待。咁咧就邀請大家，我哋咧就會即係參加去238分隊嘅幼級組，咁咧就會即係一齊去參與當中啦，一齊去成長。咁稍後咧應該咧我哋238分隊咧就會透過349分隊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即係我哋分隊嘅資訊啦。希望咧大家都一齊參與。最後我哋一齊站立同唱晚禱歌，請各位起立。Boys cap off。上主心知我更需要，一直聲碎捐有不捨，言行住在巨夢赦免，在主愛中我齊安息。感謝主賜自日平安，今後前程給他保佑，在基督裏心深安，願將一切歸榮上帝。請各位仍然站立，跟住落嚟有請 Madam 張為我哋祝福。各位349分隊嘅成員，我哋有導師，有小綿羊隊員。今日咧，Madam 張好開心嚟到，因為見到你哋每一位都喺主嘅禾場上邊，係將要成熟嘅莊稼。喺呢度特別係再一次勉勵我哋眾牧長、眾領袖、眾導師，莊稼已經熟了，神嘅禾場需要工人，需要有實力嘅工人，需要有屬靈能力嘅工人，有愛心喺呢個世界上將真理、將忍耐、將應該做嘅事情帶領我哋呢一班小綿羊行喺一條正路上。呢一個係我哋349分隊未來嘅路向。讓我哋同心低頭祈禱。Madam 張會同大家有一個祝福嘅祈禱。親愛嘅天父，再一次感謝你，懇求天父賜俾我哋有滿滿嘅愛，有屬於你嘅真理。懇求天父賜俾我哋有聆聽主聲音嘅耳朵，讓我哋繼續聽從主耶穌基督嘅聲音，
成為天國嘅精兵，賜福帶領我哋349分隊，繼續喺天父喜悅嘅旨意當中向前行。感謝天父聽我哋祈禱，奉主名求，誠心所願。349分隊立願禮已經圓滿結束，再次多謝 Madam 張嚟到嚟臨主禮。